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但以理書第8章第1節至27節，主題係公綿羊和山羊的異象。作者喺但以理書第8章記載，但以理喺異象入面睇到一隻公綿羊，有2隻角，其中一隻角更高。公綿羊向西、向北、向南衝過去，去到邊度都冇人敵得過佢，勢力非常之大。忽然有一隻公山羊由西面衝過嚟，直衝向公綿羊個方向，非常猛烈，一下子就將公綿羊擊碎。之後公山羊個大角就斷咗，之後就生出4隻角嚟。喺4隻角之中又長出一隻小角，勢力好大。小角去攻擊神嘅子民，又去褻瀆聖所，眾自以為好勁，將真理踐踏，帶嚟好大嘅破壞。最後，聖者宣告異象嘅期限，天使加百列亦向但以理解釋異象嘅意思。個異象係關於末後發生嘅事情。但以理聽完講解之後，又攰又驚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但以理書第8章記載，小角嘅勢力非常之大，小角去迫害神嘅子民，又褻瀆聖所，帶嚟好嚴重嘅破壞。面對世界上嘅邪惡好似暫時得勢，你會點樣保持對上主嘅盼望，而唔會失去信心呢？